那么就说别家的去采过汤。他的嘞，他당부电视查了，呀，다电视查了的嘞，다电视查了的啦，다谈到俺就谈到你广播了，现在做吧人呐，哎呀，다地图啊，上阿巴南电来米关呢，电视他们没别的，电视让我的查完了，开把托白，俺呢杀猪白告诉电视查了，开不下来做吧的。다 전다 가르라고 요랬으나 상압의 값수電子 타라라 개베 아니 다치다 가르사 주베 값수 셔라길 아니 셔랍 숨 더바리 숨고요 와 셔라길 라바 숨電子 타라라 개베 셔랍 찬주 소주 타라라 개베 셔랍 텐데 룽주 로도라 개베 셔랍 숨 더바레스 대인자 조베 상계기 쳐토발라 온도 쳐봐라 온도 쳐봐 인데 아니 대찬네 어느 온도 쳐봐 대찬네 아니 나서 온도 쳐봐 스다 어디 송바르마 사투베기 다 셰스나나 다두스 다데네 데데 인데 다電子 타라라 케베 셔라버세電子 타라세 해들라 당봉냐라電子 미다소 페나 다 주주여와 다 덴바실라야 당보 동에 덴바 군중 덴바 고베 덴바 람기 덴바스 다 덴바시부 어다도 시어와 어데레我们上堂课呢是讲到第85页，就是倒数第5行的地方，就是意谓比对于粗细四谛的善巧，故第六谛呢以得圆满善巧四谛慧。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解释为什么第六谛呢它叫现前谛的时候呢，我们看到85页最后一段的开头呢，就讲到说又由般若身上现正法性如影像故。第五谛中见道谛故，正等觉法现前得故，此谛名现前谛。所以呢，这边就解释到说，为什么第六谛呢，它叫做现前谛。那也就讲说，它通达了就是3种的善巧。那在讲说通达这三种善巧里面呢，就讲说在第五谛的时候呢，因为它能够见到道谛，所以在第五谛的时候呢，见到道谛。那道谛呢，它是四谛当中的最后谛，所以呢，意谓彼谛呢，于初四谛得善巧，所以在第六谛的时候呢，得到圆满善巧的四谛慧。所以我们上次就讲到说，那我们来解释一下呢，什么叫做就是能够通达粗细的这个四谛善巧。那在讲到四谛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说所谓的四谛，就讲到说四谛16形象嘛。那我们先了解什么叫做四谛。那四谛呢，也就是所谓的苦谛、集谛、灭谛、道谛。다도스 다 당부 가르를 쓰고 그래서는 당부 딜라 롭지 하고고야 디 하고고야래 당부냐라電子 타라라 샤야 딜라電子 타라 세야 디 참모다라 빠시에기 녜기응을야 튼다 도도치네 뒤뒤치네 라바이나 루디니 루디기 아니 셰베기 아니 가자 근데 루디니 셰베 똥바니기 가자디 가르래 랑기 싱이기 두바디레 रवा चेतम जरंगी चिंगी के टोबाते काजा रवा युगी काजा अने युजिंगी काजा ते कांसा रंगी चिंगी के टुपेना कांसा आम पोंसो के चेतम जे ता कांसा द चेगी यो रवा कांसा के तेंदो रंगी चिंगी के टोबा काबाते कांसा के दामे रवा कांसा रंगी चिंगी के टोबाते कांसा के दा रवा पोंसो के चे रंगी चिंगी के टोबाते चे के दा रवा पोंसो के चे की तेंदो रंगी चिंगी के टोबा जिम्बे जिम्बा देला चे की दांजिस लगुरवा चेजा ता कांदा यांगी दो दुने लाना लोदिला तोंबानी की काजा तेला युगी काजा द युजिंगी काजा नी की नाने युजिंगी काजा ला जारने पेना रंगी चिंगी की दुबा जिम्बे जिम्बा कांसा दा छे खंडेची ना दा छे गंडे की छे देदा रंगी पोंसो कांसा दा पोंसो की छे देदा रंगी चिंगी की दुबा जिम्बे जिम्बा तेला तोंबानी की काजा युगी युजिंगी काजा लगरे ओदा दिलया लोदिला को न्युंडिप सेनेदा ओदा करे सेने go and look de la yujengi kaja tongbanyi ki kaja zo de tishagrawa dire。那我们这边呢，先来就是简单说明一下呢，就是什么叫做初分，还有
细分的这个四谛。那我们知道呢，就是现在呢是以应成派的角度，那应成派呢还在讲所破的时候呢，其实有讲到说，第一种所破呢就是空性的所破，那空性的所破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自性成立，那这个呢又称为叫做净的所破，那也就是呢我们一般在讲到说就是普特伽罗还有像是法的时候，那普特伽罗之上的自性不成立呢，就是所谓的人无我。那普特伽罗之上的自性不成立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人无我。那法之上的这个自性不成立呢，就是法无我。那所以我们讲到呢，净的所破呢，是指到说所谓的自性成立。那有净的所破呢，就讲到说我们执持呢，普特伽罗呢，它是自性成立的这种执着呢，那这种执着呢，称之为叫做人我执。那在普特伽罗以外的诸法。在诸法之上呢，其实诸法是自性成立的这种执着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法我执。所以呢，人我执以及法我执呢，它就是有尽的这个所破。所以我们讲到说，无论呢，就是我们所执持，无论你所执持的是普特伽罗也好，或者说普特伽罗以外的这种运等诸法呢，执持它自性成立的这种执着，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有尽的所破，或者是呢叫做烦恼障。다 단다 키란족이 디 로랑이야 딘시 타랑이야 디 타라랑이야 당디 당이 탑셰디 키란족 로랑이야 렐하보기 녜당게 탑셰기 온도 치는 셰바 있나 다디 닌집레 지당 이나야 단다갑델이야 딘시 참모다 락바세 케제 셰야티 닌집의 시립기 조디 저요 말해 다 단당이 공도 라바는 시체네 랑이 칭이기 두바 짐바티 가르레 동반이기 룩 디니셰베 탱규이기 투모마임베 가자드레 가레 룩 디니셰베 통바 투모마임베 가자 룩디기 투모마임베 가자 인단디 디 룩디니 동반이기 가자라 문지 치기레 마도 좀다 오마니 랑규바 멘체기 고 동반이기 가자라 문지 치기 요 말이 문지 치기 메와 인자 탱규와 코네기 아니 동반이기 가자다 문지 치기 요 인자 루딜 토모마임베 가자스 탱규기 토모마임베 가자스네 랍기어 테나 루디네 탱규기 루시샤체네 콜라 똥바니기 가자람네 티기어레 유진기 가자라네 파세르 땅나 가자라 유진기 가자랍그러와 제다 다디 마임바제 텐데 지당게 민다바이네 코 탱규기 토모마임베 가자스 카레스나 랑기 싱이기 두바짐베 짐바디 똥바니기 가자데 켈랭에디 탱규와 마시 요마로와 어디 이즈 탱규기 토모마임베 가자스 다디 디레 카르사 조벤左边的右边逆啊，它定能西三了当，第二、第一、第二、第一、第二逆三了当，有错逆，但等到路定的些别土木嘛，别搞家的，让个生意给主办这边这边的嘞，他的汤不落了眼去啊，他给眼当的，看到做落了来这来还不起呢，他不去瞧。就是说呢，我们在了解呢什么叫做粗分还有细分的四谛之前呢，那我们就是人界他想用让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呢来做解说，所以呢，就是我们先记得呢，就是刚才所讲到的，就是我们讲到说应成派呢，他所讲的空性的所破呢，也就是应成派他所认为的这个空性的所破呢，我们一般也叫做应成派不共的所破。为什么是应成派不共的所破呢？因为呢，应成派呢，它承许呢空性的所破是什么？是自性成立呢？是空性的这个所破。那执持呢自性成立的这个执着呢，那它呢叫做烦恼障，或者说呢，你也可以把它叫做呢应成派不共的这个所破，因为它是有尽的所破。那为什么讲到说它是不共的所破呢？因为除了应成派以外呢，那应成以下像是秩序派以下呢，他们并不承许呢自性成立呢是所破，他们也不承许呢自性成立的执着呢它是有尽的这个所破。所以呢，我们在讲到说呢，应成派所承许的呢，他所讲的不共的这个所破，或者说应成派呢所承许的破呢，都是下部中的所不成立的。所以我们在讲到应成派它不共的所破呢，就提到说，就是对于自性成立的这个执着呢，对于应成派来说呢是不共的所破。为什么是不共的呢？因为秩序以下呢并不承许呢这个是所破的缘故。哦，就是的。他录的了呀，你别那热松啊，他别那我提的。다 배나 폰소기 랑기 칭이기 주바쯤에 선바데 로데 투모마임베 가자라와 동바니가 가자체 다 도즈레 온데 가자체 다 아니 로디 투모마임베 가자체 다 디인디 다 통보 차딩에 원징인다
차와데 wen 진짜서나 아니면 레라로 도차래 그래서 딸 레라를 컨디션 도래 슬라바 이나 레라를 컨디션 도래서나 빼나 강사랑기 칭이게 두바쯤 짐바체 강사랑기 칭이 빼나 다 도치는 레라고 얘기를 삼는 거 챙겨도 빼나 슈구치기 나라 강사랑기 칭이게 두바쯤 짐바스티 슈구치기 나로라 아니 슈구치기 여라 슈구치기 나로라 강사랑기 칭이게 슈구치기 나로라 다 도지 이거도 지나 디기 이에라 아니 강사랑기 칭이 두바쯤 짐바티 슈구 모셔치기 대가랑기 이어벤이라고 그러다 조벤데 이어벤데라야 강사랑게 뜨베제드 두바쯤 바스티 강사랑게 뜨베제드 두바쯤 바스티 다 강사랑게 뜨베제드 두바쯤 짐바티 카레 랑규바 멘치기 강사기 땡기 네루 참모 강사기 땡기 다메 동바니기 가자 조디 강사랑게 뜨베제드 두바쯤 짐바티 샤기요 디마도 강사랑기 칭이 두바쯤 샤기요만 랑규바 멘치기 강사기 땡기 동바니기 네루 참모기 가자티 아니 카레 두고아레스나 강사랑게 뜨베제드 두바쯤 발레라 샤싱기요만 메아인자 강사랑게 뜨베제드 두바쯤 짐바티 랑규바 멘치기 토모마임비기 뇨몬데 所以呢，就是我们先解释呢，就是细分的。解释细分之后呢，那再讲粗分呢，就比较容易了解。那所以呢，我们比如说呢，我们先在纸上呢，在白纸上面呢，我们先一边。那这边呢，我们就写就是刚刚所讲到应成派呢，它不共的所迫。应成派不共的所迫是什么呢？就是执持呢，补特伽罗自性成立的这个执着呢，是应成派呢，它不共的这个所迫。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呢，是所谓的人我执。对于应成派来说呢，这是他的人我执。他人我执呢，他不共的人我，他不共的这个所迫呢，不共的这个人我执呢，就是执持呢补特伽罗自性成立的这个执着。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只有应成派承许的缘故呢，所以是不共的。那至于秩序派以下呢，他们所认为的这个人我执是什么呢？他们并不承许呢，执持补特伽罗自性成立的执着呢，叫做人我执。秩序派以下他们承许的人我执呢，是执持补特伽罗呢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执着呢，叫做人我执。所以这个呢是秩序以下他们所承许的共同的这种烦恼。那也就是呢，执持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执着，因为这个执着呢，对于秩序派以下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想要秩序派以下，如果想要证得人我，想要证得人无我的话呢，他一定要破除这个执持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这种执着之后呢，他这个执持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执着呢，他的这个境呢破除之后呢，他才能够通达所谓的人我才能够通达所谓的人无我。所以这种执着是秩序以下呢，他们所承许共同的这种烦恼。렘시에 카바친도. 다 계란족이 따야 되는데 따는 레일 하고요. 다 되네 촉직서 디 렌직서 디 렌직서 슈고 모셔지기 나라 슈고 카가 많이 받체 모셔지기 나. 다 딜라야 수 카리티스나 간사랑기 칭이 유튜브 짐바스티 간사랑기 칭이 유튜브 짐바스를 간사다 폰속에 최랑기 칭이 유튜브 짐바스티 조벤 요벤들라 간사랑기 유튜브 짐바스티 所以答案呢，就像仁波切刚刚所给我们看的，就是在纸上呢，我们把它分为两半。那左边那一半呢，我们就写呢执持呢补特伽罗自性成立的执着。那右边呢，我们就写执持呢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执着，就是把它分为两边。对，他的提查说呢，他来了不嘞？他满足是满足住嘞，他本呢。 간사랑기 칭이기 두바짐베짐바 셀랍디 간사랑기 칭이기 두바짐베짐바 셀라바이나 간사랑기 칭이기 두바짐베짐바 셀랍디 타 동에 미타 동에 똥 다음에 빼나 뎀바 실라 카리요레 동에 뎀바 군주 뎀바 고베 뎀바 람기 뎀바 시여와 시와 인자 타딜라 두스 자고레 간사랑기 간사다 폰소기 최랑기 칭이기 두바짐베짐바기 모소 짐발라 때네 모소 깨베기 Zimbala tene ngoso kebegi ane sajin yawalembe pumbo slabaina sajin da ga senenda
야네 간사랑기 칭이 두바쯤에 짐발라 때네 모수 깨베기 동해 댐바디 동해 댐바 차셔디래 所以呢，当我们分为两边之后呢，那我们了解了什么是粗分跟细分呢，就能够比较容易了解。就是我们已经呢在一边呢写上，就是呢直持补特伽罗呢自性成立的执着。那在了解了直持补特伽罗自性成立的这个执着之后呢，那我们再讲到说，我们知道说就是四谛呢，第一个就是苦谛嘛。那苦谛是什么呢？就是呢透过呢直持补特伽罗真实。直持补特伽罗自性成立的执着之后呢，由这种执着所产生的有漏的运体呢，那这个呢就是细分的苦谛。그래서 당연히 되는만 라기 결혼도 티쇼 아니 결혼도 냠도 티기 쳐서는 디나라 직당셔도 딕도 딕면도 녜다 안디 참말을 펜토고와 디나는 녜 퉁예지 딱고 라인스 지다 방디는 냠도 라베나 파 냠도 티바이나 파조 이기도 데네 투도에 인가요 그 라인 직 두스 시체나 아니 큐니 투고 말해 다 디인데 다 담보 동에 담바 차디 라바이나 다 동에 담바 더지나 the Gansarange to be the Drubat in Zimbe, Gansarangi singing Drubat in Zimbeki, also ten Kebe, and it Kebe Pumbo, Nyalembe Pumbo, Sajing Olembe Pumbo in Enda, Dungate them by Inenda, all that did also ten Kebe Gidi, and a Cocarchagoresana, Dungate them by Tower the Elawan. That did not see Chili, this one, or did 所以呢，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它分为两边呢？因为分为两边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照着这个次第写下来的时候呢，比较不会错乱。不然呢，一下写粗分，一下写细分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都写在同一排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错乱。所以，当我们现在分为两边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区分出，就是左边呢，它就是所谓的细分，那右边呢，它就是粗分。所以左边呢，我们在这个所谓我们刚刚所写的这个直持补特伽罗呢，自性等成立执着之下呢，我们就写最主要呢，它是依着直持补特伽罗自性成立的这个执着之后呢，由此执着所生的这个有漏的进取运呢，那它就是细分的苦谛。对，对，他刚才同业点把这个说，他公众点把的，公众点把的了呀，大家能行。刚才人家这边，刚才人家轻易给主把这边准备给长辈，他地的这个这个拍照了，地下那这个的。 당이 당부 뒤인다 차와딩에 파운드는 냠도 랍샤 다데네 간사랑기 칭이기 두바쯤베 짐베기 파냠도 도나 약살 간사랑기 칭이 두바쯤베 짐베기 응어서 깨베 짐발라테네 응어서 깨베 동해 댐바 차와라와 다디 파조들의 직관이 야 요벤 지이양 사단기 간사랑기 칭이 두바쯤 간사랑제 두베 제도 두바쯤베 짐바데 루디 뇽모 랑규바 멘체기 아니 뇽모 자와디라와 어네 간사게 땡기 아니 다 간사게 다음에 참여기 가자 쪼디라와 간사게 땡기 밀루 참여기 가자 디인자 간사랑게 칭이도 두바 사탄기 난시 초자네 간사랑게 두베 제여도 두바 짐발라 때네 응어서 깨베기 아니 냐왈레베기 품보함 아니 간사랑게 두베 제여도 두바 짐베기 응어서 깨베기 아니 동해 댐바 테라 아니 동해기 댐바라 파스라고 때 참무지 조송아 딱 코니니 니가 직 간사랑게 두베 제여도 두바 짐발라 때네 응어서 깨베기 동해 댐바스라 직 디기 간사랑게 칭이 두바 짐발라 때네 응어서 깨베 동해 댐바 두스 조규레 那所以我们了解了，就是细分的时候呢，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粗分的。那粗分的呢，就是我们刚才呢在右边呢所写下的，就是支持呢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执着。那由支持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执着呢，由它所生的，就是由它直接所生的这个有漏的进取运也好，或者说你写就是由它直接所生的这个苦谛也好呢，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粗分的苦谛。 그래서 요벤 다 이거 찍어서 어데 다들 찍어래 다 동해 대마 도사서 다 대마 시기 나네 군주 대마들이 다 군주 대마 잡지 쟤는 군주 대마 이나 다디 가래스나 간사랑기 칭이기 두바 짐베기 짐바 기 짐바 간사다 풍속이 쟤랑 칭이 두바 짐베 짐발라 때네 페나랑기 칭이 두바 짐베 짐발라 때네 ngо수 깨베기 아니 되차 다 레다 뉴모 여러와 빈조 아니 가래 군중 대바래 제가 간사랑기 칭이 두바 짐베기 ngо수 짐발라 때네 ngо수 깨베기 아니 레다 뉴모 되죠 군중 대바 인스라고
这说那个都解决的左边的。那所以我们了解了苦地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什么是细分的这个极地。那极地同样呢，它就是在我们左边这边，就是支持普特伽罗呢自性成立的这个执着。所以呢，由支持普特伽罗自性成立的这个执着呢，由此执着直接所生的这个贪等烦恼，或者说呢，你讲到说就是支持普特伽罗自性成立的执着呢，由此所直接升起的这个烦恼或者是业呢，那这个呢就是属于细分的这个极地。哦，对，他的能心出就的了家人，他出就的了看着家伙嘞，他看上就家的，他的老大写什么结果即将出家的。那大家如果了解了什么叫做细分的这个极地之后呢，那大家来说一下，那就是右边这边呢粗分的这个极地呢该如何安立？结果即将家伙嘞，就会说呢，执普特伽罗真实独立的执着。看着啥？空地切干嘛都拉美度，大家看着人家土被这月准备紧吧，你怕都没得写嘛？你把哪有嘛了？他这个人的家伙嘞，的恰当拉过来，就是刚才只讲了一半，只有讲到说呢，就是指使普特伽罗呢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执着。那所以后半呢，就是要讲到说，由此执着呢所生的业和烦恼呢，那就是初分的极地。哦，都是家伙。别说啊，我的嘞，刚才人家对不对？对吧？准备给我说点你给别给，我说给别给，安尼塞巴牛毛的来的，这就好的都下去了。他的东北点吧，工作点吧，你这说啊，他高北点吧的嘞。गोबे टेंबा दी खारे से गोरेसना गोबे टेंबा से या दी खारे से गोरेसना ता गोबे टेंबा लाये दी तेरे कांसा रंजे तुबे जे तो दुबा जिबे जिंबा इने ता ता दिल खेबा यो मारे कांसा रंजे तुबे जे तो दुबा जिबे जिंबा इने ता कांसा रंगे सिंगी की दुबा जिबे जिंबा इने ता ते पांगबेगी कोदेन तेला अने खारे लगुए रेसना ते पांगबेगी कोदेन तेला अने कोदेन छावे कोदेन लगुए कांसा रंजे तुबे जे तो दुबा जिबे जिंबा पांगबाम यहाँ में ना कांसा रंजे तो बेचे यहाँ में ना कांसा रंगे चिंगी चुबा जिबा तिंगी कारू पंग बेगी कोकदेन चियारवा नहीं ओ दिने कोकदेन थी अने कारण ऐसे ना पंग बेगी कोकदेन थी अला अने कारण से कोरेस ना अने कोकदेन छावा दे रे那在了解了就是苦地和极地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讲到说灭地。那灭地呢，它就没有差别，就是无论呢我们讲的是呢，就是断除呢普特伽罗呢自性成立的执着也好，或者说呢断除普特伽罗呢真实独立实体的执着也好，就是断除这两个任何一个执着呢，那所获得的灭地呢都是细分的灭地。就是无论呢，你所断除的呢是指使普特伽罗自性成立的执着，或者是所断除的呢是指使普特伽罗呢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执着，断除这两个任一的所获得的灭地呢，都是细分的灭地。哦，那都是嘞，这说嘛，他的嘞，他开始拉松，右边的拉松，右边的，是吧？右边的，他呀。गोदेन de la rape गोदेन de la soa योबेन de la soa ता योबेन de कर रहे से ना कांसा रंजे तुबे जे तो टुबा जिबे जिबा मुंजू अपंग बाला करो मुंजू अपंग बाला तो कांसा रंजे तुबे जे तो टुबा जिबे जिबा अपंग बाला गुया मार पेना कांसा रंजे तुबे जे की तो रंजू बा मेंचे की एनी शुने शेबे कांसा रंजे तुबे जे की तो दी ने कांसा रंजे तुबे जे की तो 당부 뒤지수기 또 대는 무슨도 또 대는 겁네 간사란제 뒤에 제도 주바 짐바 뭐도 줄마 주어치네 문주와 슈타부 문주와 아니 빵베기 고대라고 문주와 빵베기 고대라도 고대 칭이바 말이 그 문주와 참 고뇌야기 누바 아니 델라야 아니 고대세 민타기야 제가 대답이 간사란제 뒤에 제도 주바 짐바
빵베기 짐바 온유와 빵베기 빵바 텔라스 온유와 빵발라디 온유와 참 곤노베 고베기 고바스네 민데디 고바싱이 바마레 오 덴데기 디 고바 빵바 텔라 아니 카레스나 고덴 락바시 고레 요벤디레 요벤 다 조벤 냠도 조라 오데레 那接下来呢，就是刚我们讲完细分的这个灭地嘛，那接下来粗分的灭地是什么呢？粗分的灭地呢，它同样呢，它就是能够断除呢，就是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执着呢，就是断除它的现前的这一分呢，那这个叫做粗分的这个灭地，因为我们讲到说断除呢，支持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现前的这一分呢。它和我们刚所讲的断除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执着呢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就以秩序派海下来说呢，他们在通达呢，就是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的时候呢，最初通达的时候呢是用就是比度呢通达嘛。那比度通达之后呢，那接下来呢，他们能够就是现前通达。那他们在现前通达的时候呢，它并不是断除了就是支持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的这个执着，它只是让呢支持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执着呢，让它不在现前，让它没有办法现行。所以它只是断除它的现行，断除现行就是说让它不会现行之外，它并不是真正的断除。所以我们讲到说呢，断除支持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现前的这种执着呢，那它并不是真正的这个灭地，它并不是真正的灭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所讲的这个灭地呢，它是粗分的灭地。哦，他来说啊，他右边第啥说啊？他左边做了，他右边做啥说啊？他南边的，他南边的几个几样的，他南边的啥东西？刚才的南边的啥东西？南边的开始是那超越南边的。Kansa rangi tsingi ki drupa zimba de kaja la shaimba ta dike locho kansa rangi tsingi ki drupe toa ngusum do tobe kansa rangi tsingi ki drupe toa ngusum do tobe ki kemba de la lamden chawe lamden di ire ta sujo de la kansa rangja tobe zoye de drupa zimba de imba di indi zoben yoben de yoben indi kansa rangja tobe zoye de drupa zimba de shaimba ta kansa rangja tobe zoye ki toa ngusum do tobe ki lo de la lamde rakpa de songa lamde lakpa de cheda ta tuzu ja gyure kansa rangi tsingi ki trube toa ngusum do toba ki lo tela kansa dang phumso ki chwe da ne di rangi tsingi ki trube toa ngusum do toba kemba tela ane lamde tsingi ba lamde chawe lamde de lamde ngune dire di phabe gyula ma shi yamare ta kansa rangja trube zoye de trube toa ngusum do de sa dang kansa rangja trube zoye de trube zimba imba ti khoi shi yu kansa rangja trube zoye de trube toa ngusum do tobe ki kemba tela rakpe lamde di ire te rakpe lamde de lamde tsingi ba mare susu kyo gyula yore o dusre di chane ko rakpe lamde la guare 那讲完了灭地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讲到道地。那我们刚刚才讲到呢，就是支持呢普特伽罗自性成立的这个执着呢，它是所破嘛，所以这个执着的就是反过来呢，就是能够现前通达呢普特伽罗自性成立空的这个了知呢，或者说现前通达普特伽罗自性成立空的这个智慧呢，那它就是细分的这个道地。那在了解了细分的道地之后呢，那同样呢，粗分的道地呢，就是呢现前通达呢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的这个智慧呢，那它就是粗分的这个道地。为什么是粗分的道地呢？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呢，现前通达普特伽罗自性成立空的这个智慧呢，它是细分的道地。为什么？因为它是真正的道地。因为这种智慧呢，唯有在圣者的心绪当中呢才会有。那通达呢，就是现前通达普特伽罗呢，真实独立实体空的这个了知呢，这个智慧呢，它为什么是粗分的这个道地呢？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道地，因为呢，能够现前通达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的这个智慧呢，在凡夫心绪当中呢，也是能够存在的缘故，所以它并不是真正的道地，所以它是粗分的道地。哦，对，但引进民间看上这个地经验的旁的呢。 두즈 진의 초치 두즈 진의 초치 디가 냠도 두즈 마디가 먼저 냠도 디나 레 탐보아 진의 탐보 장이지는 초도 그래 야 코니 지기지라 리과 땅사 리과 지기지라 리과 땅에 요바디 시다하고 말해 다그 초치라
차외 람덴디 강사랑기 칭이 주바짐비 짐발라 잘 강사랑기 칭이 주바짐 강사다 본속이 저랑기 칭이기 주바짐비 짐밤 데리 또앙 숨도 또발라잖아 또안라 자인디 강사랑이 칭이 주바짐비 짐바 강사다 본속이 저랑기 칭이 주바짐비 짐바스 두스마 자와이나 알레 다티나시 리바디 두스 조고도 와삼네 람사 찍을 때네 찍 하고 그래 반냠도 자르는 티와이나 야다 양보 망보 장용이 지나 하고 그래 마도 시 리바데 고 디기 때네 디 람산 자려야 돼 깔 가고요 레루디 포린다 따야 돼 또서지 이게 권요고요 그도 초직레티 직초인지 알레 도단 두스레도 하면 람산 로로 차투 수된 투그래 돼야 레하부 차그那所以呢，大家刚在做笔记的时候呢，就是建议大家呢，就是把它能够就是分为两边，因为分为两边的时候呢，你就非常的清楚呢，就是这边所谓的细分的这个苦集灭道呢是怎么样，然后另外一边呢粗分的这个苦集灭道呢是怎么样，就是我们一看呢就能够很清楚的去做比较。那如果不是做这种两半的这种方式，而是就是一条一条写出来，先写这个是粗分，这个是细分。那因为我们刚开始学的呢，初学者呢，那一开始如果是用这种一条一条列式的时候呢，可能很容易搞混，一下粗分，一下细分，一下粗分，一下细分，就变得比较容易混乱。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分为就是两边粗分一边细分一边对照去看的时候呢，那就能够很清楚了解说这个同样的都是苦地，那为什么呢？这个是粗分的苦地，这个是细分的苦地，这样看的时候呢，就能够很容易的呢去做对照。다 디릭바디 시행소나 chanju 수준 차라데 디릭바디 키는 도규래 찍바찍야래 大家就是如果了解呢，就是什么是粗分还有细分的这个示地之后呢，那我们再来看什么是粗分的这个37菩提分法，或是什么是细分的这个37菩提分法呢，那就会变得比较容易。다 단당 안주 다른 안주 개 체셔디 가르에서는 den시 차라디 인다 그래서 다른 게 거야 돼 어디를 다 투주시라면 도와 어디를 就是因为今天的时间并不是很充足的缘故呢，所以我们今天呢最主要的就是要先清楚的了解呢什么是粗分的示地，以及什么叫做细分的示地。어디를 당에 녜녜네 시야들 랭겐디 투차래 다 결혼적이 시에 도면도 따야 되래 다 결혼적이 주어지기래다 결혼적 랭잡쇼아 那就是现在呢，就是人们说他已经讲完了他要告诉大家的部分。那接下来呢，就是看大家有没有理解。然后所以接下来人们会问大家问题，那请大家回答。얘기 드는마 로야디 랭겐이요래, 그봐? 나라 랭겐이 가려래, 직니마 셰야들래, 그봐? 마 셰야들래. 디링이 랭겐 쪼디 말해. 니마 셰차네 파조디기 된 고토에 고토민도에. 고토비하기 탑시에디 배전치에디 랭게레 다디 제자we 저라 기란적이 파조네 된데 고도에 고민도에 티 랭겐이 니바들에 다디 마고나 니 가는마 가져마 가지시네 니디 니 랭겐데 조야와 해 어디래 다我的工作结束那就里面的工作那开始所以人们现在说呢，他坐在这边讲法呢，就是有2个责任。那第一个责任呢，就是为大家讲说嘛。那第一个呢，为大家讲说呢，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个并不是他最重要的责任。最主要的责任，他最主要的责任呢是第2个，就是他讲完之后呢，要看大家有没有听懂。这样，如果大家没有听懂的话呢，他讲的再多呢，其实他也没有尽到他的这个责任。所以呢，关于第一部分呢，人们他的工作呢，第一部分讲述部分呢，他已经讲完了。所以第2个部分呢，就是要看大家有没有听懂。真的右边第一个是什么？唐布国的卡勒，디틸라 가르치고래。所以呢，我们刚刚就是右边这一边细分的第一个呢，我们是写了什么？执补特伽罗自性独立的执着，自性成立的执着。哦，对呗？康萨让你成立给主报准备经吧。OK， 他提出的右边。右边。执补特伽罗独立时只有真实独立执着。马手。对。康萨让叫特别准备经吧。对。
다 강사랑기 생기 주바집에 짐바 다 딩이니라 때니 다 마드네 도거와 다 동해 땜발라 자 동해 땜바시기 나네 동해 땜바라와 다 동해 땜발라 자나 강사랑기 생기 주바집에 짐바데 콜 드르도와 다 델라 때니 동해 땜바 차와디 칸데스 자르고래 那了解了两边之后呢，那接下来呢，那就是我们讲要说，就是四地的第一个是苦地嘛。那在结合苦地的时候呢，那粗分的苦地还有细分的苦地呢，该如何的安利？粗分的部分，先说细分的部分，它是依着补特伽罗自性成立的执着，然后产生有漏的进取运，这个是细分的苦地，然后粗分的，那你念到了生的。 第康萨让你成立嘅主巴准备准备第啦店呢，那啥这个你人给碰波，第啦店呢这边啥这你人给碰波的，那有点差莫颜色。哦，谢谢，那就继续说。那个右边就是依着补特伽罗独立真实独立的执着。而直接产生有漏进取运，这个是粗分的苦地。康萨人家特别康萨人家真特别节约嘅真别真把人温书店的这边，那啥这个你人碰波的，那读点啥吧颜色。OK， 谢谢。他。 디나시 다 군종 덴발라자 다 군종 덴바 니知道吧应该그냥 랭 잡당了但你rob즈 지 하고도 다 샤바지 그냥 군종 덴발라 랍쇼 那看就是刚才这位师姐的回答呢，你应该是有了解。好，那接下来极地呢，那请换人回答。极地的话，如果是细分的话，那就是指补特伽罗自性成立。 由此产生的烦恼。那如果粗分的话，是指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而由此产生的烦恼，这是极地。可以，但他参谋说的，他康萨嘅让佢成立嘅主巴准备准备的啦，温书店的界别，他女梦的，那差话的差为君主的嘛差莫的下，那รา巴的他康萨人家特别节约嘅准备准备啦，店的界别，那女梦的，那รา巴的下。谢谢谢谢，他高定他。 我念的了，那接下来呢？左边灭地，细分的灭地。断除支持补特伽罗自性成立，或者是支持补特伽罗独立实体有的这种二者任一，安立为这种细分的灭地，断除它俩任一都是细分的这个灭地。如果念达老师，请翻译吧。是，第康萨让你成立嘅主巴准备康萨人家特别节约准备准备的你康用帮把的，那差为高点色。谢谢。他继续说，右边。遮止了补特伽罗独立实体有的这种现行，那么安立为粗分的这个灭地。 但是不是真正的灭地。康萨人家特别节约准备温主啊嗰話站的温主嗰話的，那高點喇叭顏色，那高點千里巴馬顏色。謝謝。對，他諗的，他最後呢，道地。左邊道地是能現前通達補特伽羅自性成立。 空的智慧是细分的道地。康萨让你成立嘅主巴，让你成立嘅主被東華都被寫入啲，那藍點差冇顏色。東華烏松都多吧？烏松，對，烏松。OK，那右邊。
初分。初分的是能现前通达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的智慧是初分的道地。다 강사장자 두 배 제격이 동왕 은순도 또배 세바데 캠바디 켐바데 아니 에네디 람덴 라바 가르치니 콜라 람데 라발라르베 那为什么它称之为叫做初分的道地？吩咐也可以通达的，开始收这个局了，预备军身体。吩咐也可以对，随习，大家认真学。非常好，非常好。对，他第肉自己还过在点不西给做当的，他第能啦，他车第有的，第了车开的那个的是哪位呢？他最后有一个问题，他第一位呢？他电信米的电这个点不西了，电信米到是居住了长毛的那个的，电信米到是居住长毛了车有的喂是呢，他车的嘞。那所以大家了解了，就是初分的这个苦集灭道之后呢，那有一个问题呢，那就是就会有人问到说，那是否呢，就是全部的这个四谛16形象呢，通通都能够分为就是初分以及细分吗？他第了车第了这个伟大怎么伟大呢？他第了长毛了有嘛的了个，超话的人问，可是呢，米大把就要说，东野点被定给。가자 동해 대비 캐주스 규백이 미다바지요와 다 동안들 도바요래 동안들 모수 세가 되요 말에 슝레 세가 모수 되요 말에 미다바들 모수 세가 되요 그래서 미다바라 참모다라 바니요 말에 슬라고요 가르치는 참모 어타 두슬라고요 那至于说是否呢，全部的四谛16形象它都能够分为粗细嘛？那是没有的，因为就以就是苦谛之上的4个形象来说呢，那对于无常来说，无常它就没有办法分为粗细。那至于说苦谛之上的这个空的这个形象呢，是否能够分为粗细呢？那这个在经论里面呢，并没有特别的这个提及。不过呢，就是很清楚的呢，有讲到说无常呢，它是没有办法分为粗细的。다 미다발라 가르치는 울스마 메요 슬라바이나 미다발라 가르치는 요 말에 슬라바이나 랑규바 멘체기 미다바 세야들라 끼지기 지베기 차들라 미다바 슬라비요 땡큐위기야 랑규베기 미다베기 대시 카임바 델레 로즈지 끼지기 지베기 레 로즈지 미다베 된샤야 요말 미다베 칭이샤야 요말 대답이기 미다바 무슨도 또 발라 차외 미다바 마도 모두 요말이 랑규베 셰베기 미다바데 미다바 락바 인다 땡큐와 랑루기 셰베 미다바데 미다바 참모 인세 켈하요 마레스 카레스나 끼지기 지베 차데레 티 미다바 참모디마도 조사요 마레스 티 미다발라 차라기니요 마레스 이 라기요레 다为什么说无常它没有办法分为就是粗分以及细分呢？因为呢，我们知道说秩序派以下呢，它在安立无常的时候呢，它是安立说刹那画面的这一分，刹那画面的这一分呢，它叫做无常。那除了刹那画面的这一分呢，称之为无常之外呢，应成派呢，它也没有办法在这之上呢安立一个就是更为细致的这个无常。它所安立的无常和秩序派以下安立刹那画面的无常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讲到说现前通达无常的时候呢，一定是通达细分的无常嘛，也就是通达刹那画面的无常之外，没有其他现前通达的方式。所以只要是通达无常，一定是通达细分的无常。所以无常呢，它就没有区分所谓的粗分以及细分。他对，其实他미다발라 마도 아니 샴바든줄라 차라요 마레스 다 두즈치니 라고요 다 미다발라 차라 마샤베 균센 랍단라 따나 아니 동안들라 디낭신다 그래 동안디 따지 라완지기 동안라 자나 다 동안라 자와이나 지바다오지 리바디기 코기 데데치 레기요 다 두즈레다 딘시 차라 조단디 땡규 루시샤 디 딘시 차라 계제 시인디 땡규 루마도 로사요 마다 랑규바 멘치기 루라 딘시라 차라기 라요 마르 카르스노 코란기 루들라 차시 덴바시부들라 델레라 지기 차와치다 라지 샤사 계제 시에요 마 딘시 차라 세 계제 시사디 땡규 루마도 로사요 마 디 당고네 하고 와쳐래
那不过呢，就是我们刚讲说，虽然空呢，就是无常、苦、空、无我的这个空呢，空虽然说在经典里面没有特别提到说它是否有分这个粗细，不过呢，我们以无常的这个呢，用同理来证的话呢，因为所谓的空呢，则是说补特伽罗呢，就是常一自主空。那同样呢，通达补特伽罗常一自主空呢，它也没有所谓的这个粗分或是细分，因为这无论是应成派或者说下部中呢，它所安立的这个补特伽罗常一自主空呢，都是一样的。所以它应该也没有所谓的这个粗分或是细分。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讲到说这个粗分还有细分的势力的时候呢，能够这样去做差别呢，就是唯有应成派、秩序派以下呢，它并不会去把势力呢分为所谓的粗分或者是细分，因为对于秩序派以下呢，他们并没有他们认为他们的所破之上呢，没有其他更细微的这个所破嘛，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的见解都是就近有故，所以他们也不会去区分所谓的这个粗分或者是细分。所以当我们看到去区分粗分势力和细分势力的时候呢，就要说这个呢是唯有应成派呢他所承许的。哦，他对的，他哎呀，他对的，他ถือว่า有哎。那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有哎，可是我不会弄耶。还是啥？吗？举手没有用啊。千丽，你要问吗？你有发出声音。请问仁波切，就是在应成派的角度，灭地跟空性它俩是同义，那么为什么说把断除普特伽罗能独立实体有的这种执着，把它安立为细分的灭地？这个并不是应成派所承许的那个空性啊，这个能独立实体有的这个断掉的话，它并不是空性，那为什么还把它安立为细分的灭地？谢谢仁波切。空地的那探究而如啦，但古典当中呢敦进那么多啊些，开始古典当中呢的那敦进可能有人，给的敦进可能白那那的开始前呢他康萨人家突围这个给东瓦的给康萨人家突围这月真被整把的邦北邦巴的开始前呢的古典沙漠的下突围些，开始呢推。这个加价的东尼人民多啊，那开始今年空的杜电沙漠的下丘人些，杜电马当河北电把的沙漠下丘人些，你河北电把沙漠开进下丘人些，哦对的，哦 OK， 这个回答，你看上去卡度立的夹中的看上去抽的夹中几多啊？第几单那个的是吧？아니 단다 강사란제 되베 제기 동아 코랑 강사게 다음에 강사란제 되베 제의 주바 짐바 빵베기 고덴스 라바이나 디 고덴 카라 치와디다 치웨기 갑종니디 녜랭 카가다오지 갑네 갑에 요아레스 다 카르레스나 치웨 갑종디 그냥 고덴다 동닝이 된식을 와스라브레 디 치와다 직 갑종 치웨 갑종 티레 치왕모수 가르레스나 간사란제 때문에 제의도 주바진베 짐바 빵베기 고된디 차웨기 고된 가르레스 어다 차웨기 고된 가르레그레스 라바이나 다디 캅도 라바이나 간사란제 때문에 제의도 주바진베기 짐바 빵바당 빵나 간사란기 칭이기 주바진베 짐바 빵방이 퉁냠레 간사란기 칭이기 주바진베 짐바 빵인디 간사란기 칭이 주바진베 짐바 빵고고요 간사디기 그래서 레소아 페나 팔치 사주이나네 사시베기 ngo게기 간사랑기 찌빵자라 사시베 ngo게기 빵자들라 간사랑기 칭이 주바진베 짐바치 용고야레 간사 한제도베 제 ngo게기 빵자라 간사란제도베 제도 주바진베 짐바치 닝이 용고야레 티인디 간사란제도베 제도 주바진베 짐바 빵베게 빵바디 팍베 귤라마도 요마 라와 티차니 고고덴디 고덴 칭이 바샤 추고야레 어디래? 그 강사란제 두베 제디 두바진베 짐바 문주와 잠래요만. 그 사벤데 제바 pom비차니 어디 싱이 바세체 저와 원수 들라레 디 레지 capture. 아 capture 되는 가가. 这就是
那人界就说，您现在就是问这个问题呢，就是有一个他支持的理由嘛？那您所支持的这个理由呢，就是对于灭地呢和空性呢，先以这个基础之下呢来做回答，就是说呢，为什么呢？我们在讲到说灭地和空性是同一的时候呢，但是呢，补特伽罗呢真实独立的实体空呢，它并不是所谓的空性。那为什么呢？断除支持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的这个执着呢？断除这个执着的这个断除的这一分呢，能够把它安立为是灭地的原因是什么？那就是呢，我们在讲到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讲说，在第四谛的时候呢，我们在断除这个烦恼障的时候，那我们在断除烦恼障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断除了就是第四谛呢，它所要对峙的这个补特伽罗自性成立的这个执着嘛，就是你会断除一分，就是支持补特伽罗自性成立的这个执着，你会断除掉一分。那同样呢，你在断伽罗呢真实独立实体的执着的这一分的时候呢，和断除第四谛所要断除的补特伽罗自性成立的这个执着呢，它两者呢是同时断除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断除呢，是连它的种子一同断除，并不是只有讲到说，哦，我断除的呢是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执着的这个现行。我现在讲的不是断除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执着，你要断除这个执着的时候呢，一定是和它的这个种子一同断除。那在断除和种子一同断除的同时呢，它也同时断除了就是补特伽罗呢自性成立的这个执着，所以才说在断除的时候呢，它所获得的灭地呢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唯有圣者呢才能够断除，凡夫是没有办法断除的。디차니 어디래? 다 결혼기 트웨 갑종지어래. 다 갑종들은 양 트워요래. 那刚刚呢是对于这个问题呢来做回答。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说，那你所支持的这个理由，就是灭地和空性的这个关系。那灭地和空性的关系呢，这个其实有很多能够探讨的部分。但这个怎么？我让你们看呢啊，你们听了。但按照我比如说，这个是我们大概呢，你身体定义轻一点的，你身体定义轻一点的。让心里的嘞，身体定义轻一点，让心里的嘞。还有说啊，这说他的啦，卡的身体定义轻一点的，罗布给吃嘛的嘞，帮家的，罗布给吃嘛的嘞。他过了都些，身体轻一点啦，吃嘛的接吧嘞，罗布给吃嘛的都是接下来的，都是接下来的，都没下来的。这说啊。我第一对让心里的起码的戒备身体轻易来不多啊，我都是的。他当不得了了，差我的。今年看得见的这些结果的是呢，我的轻易一两年，我的轻易你短期一两年的个什么考当个的，没一两年的个什么考当个的，你的这些结果，他的看啊，我的。就是呢，我们现在解释一下呢，就是我们一般在讲到说，就是我的心智上的这个法性嘛，我心智上的这个法性，那我心智上的这个法性呢，它是空性嘛。虽然说我心智上的这个法性呢，它是空性，但是呢，它是被就是课程的烦恼呢所包覆的，对不对？就是我心智上的这个法性，它呢目前呢是被就是课程的烦恼呢所包覆。阿手，你吃我的年看得见的叫不嘞？过年去当冬年你短期一两年的个什么考当个的，没两年的个什么考当个，你这些结果的，军这些过的，他那样的那个军这的别的。就是为什么人们需要特别解释这个呢？因为对于说灭地和空性呢是否是同义呢？那是有不同的这个程序的。那所以现在呢，我们人们这就是为什么要这样跟我们做解释，就是人们现在要跟我们说，就是程序灭地和空性同义呢，他们同义的这些学派呢，他为什么会讲说灭地和空性是同义的？那至于说灭地和空性不同意的这学派呢，他为什么不承许他们是同意的这个理由呢？就是人们现在在跟我们解释这个理由。我的，他第什么定义轻易的，他让心给罗布给吃嘛的，罗布给吃嘛的戒吧的，吃嘛的戒掉了吧？罗布给吃嘛的戒掉了，他罗布给吃嘛的戒的，让心那里的什么定义轻易的，按照不起呢？他比如说我的，比如说我的他空性
是吧？sem ki tingi chingi de lubu ki chima de che de du ta nge pa che melam ki chambe nam de lam de thob yong du te pang du du lubu ki chima da pang ba te ga rang la golden re se ming ta yo ta ti kar re se na je ren bu chi ki za shi tik che nang la chik de de ji yo re sem ki tingi chingi khora ane lubu ki chima da chewa ti chena kola golden lab gre ta golden pang ba se no golden she cha gre se lab yo ti labe di pe til lab yo rangshi ni ri di sem ki tingi chingi di lubu ki chima da chewa ta ga rang la ane lubu ki chima da che yin di ko sem ki tingi chingi lab lubu ki chima da chewa ta ga rang la ane kola golden lab yo ti lab di lubu ki chima da chewa ta ga rang ti le lo so ki chima da chewa che che se ya di sem ki tingi chingi le lo so yo ma re lab yo所以呢，刚才讲的呢，就是灭地和空性是同义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它是怎么思维的呢？就像我们刚讲的，就是心智上的这个，那它本来呢是被这个课程的烦恼呢所包覆住的嘛，或者说它是掺杂的课程的烦恼。所以呢，当我们升起了这个无间道正对治，那无间道正对治之后呢，就是升起解脱道嘛。那在解脱道的升起的同时呢，我们断除了这个课程的烦恼嘛。那断除课程烦恼，也就是包覆了这个课程烦恼，它就不见了嘛。所以在不见的同时呢，那我们是说，这个时候我们显现，就是我们心智上这个法性呢，它直接就显现出来。那有因为呢，包覆它的这个课程的烦恼消失的缘故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心智上的这个法性呢，我们就直接把它称之为叫做灭地。所以是以这个理由来做思维呢，所以讲说灭地和空性呢，它是同义的这个理由在这边，就是我们这个它原本是被烦恼所包覆的嘛，但是当我们升起就是无间道正对治，那解脱到正断除的时候呢，断除了说包覆它的这个烦恼，或者说它掺杂的烦恼就不见了，所以这个自性它就完全显现出来。那也因为它断除了包覆它的这些课程烦恼的缘故呢，所以我们直接把心智上的这个法性呢，把它称之为呢叫做灭地。这些这些人了，都重要的哦。sem ki tingi chingi di 这个 namde lam ki tingi chingi lubu ki thima da thewa taga rang la godin she cha la so o dila di si dila tene khoju di singu yare 那这个呢，最主要依据呢，就是出自于宗喀巴大师他的这个正理海。那宗喀巴大师的正理海里面呢，他就讲到说，就是我们心智上的这个法性呢，它什么时候和课程烦恼分离的时候呢，就称之为叫做灭地。所以就是指说心智上的这个法性呢，它在远离了这个课程烦恼的同时呢，就把它称之为叫做灭地。也就是灭地呢和心智上的法性呢，它是没有差别的。这个是我们最简单的是什么？被养血的。坦当安做拉巴的干部刚讲的，干部的两百群的要嘛的，去血要嘛的，干部刚讲的，来说啊。那种哦，干部刚讲的哦，谈到你的白的价格应当，这些之前的兄弟了，对你白的价格呢，他谈到你的拉巴是多啊，干部刚讲的，干部刚讲的，两百钱要嘛的，干部刚讲的，都是得多啊，我听的。那仁波切呢，现在来帮我们做一个举例，就是说，他来解释这个宗喀巴大师正理海里面呢，他以譬喻来说明的话呢，就比如说我们家现在的手呢，这只手呢是干的嘛，就是没有任何的水在上面，所以他这只手呢目前是干的。他你地方了，去修个嘞，是说加几斤呢？这个是水，水呢我们进去是吧？地方了拉过的两百钱个嘞，两百的钱的。你拉巴的，他你拉巴的两百人是来个，你拉巴的两百人是的两百人来啊的，这个人啥东西干部这个人的拉巴这个人，可两百差不多嘛都拉巴第一天呢，干部给差几单，两百给差说说的有嘛，可这个人两百差不多，两百差的足够注意拉巴的开销了呢，这个人对牛了，这里拉对有嘛了，先把对有嘛了，我第背那第能是的。所以呢，当我这只手是干的时候呢，那我拿一个水壶呢，就是往上面倒水的时候呢，这时候我手就湿了嘛。所以我讲说，我的手湿掉的时候呢，湿掉的这只手就是跟刚刚那只手是同一只手。你不会说在现在呢，我的手呢又去区分我这只手是湿的，然后这部分是湿的，这部分是干的，并不会。湿的手呢，就是你拿出来呢，还是刚才那一只手嘛。对的，这个。这个人
lomba lagba lomba chaba dagarang nge lagba lomba de kisho lana lagba lomba kisho selade satangi nge lagba lomba chut shoba dagarang ko lagba lomba chasha gyo dagarang munzi gore mato kola lagba tanda lagba nge lagba de la kombe chaji de lombe chaji ngi soso na midwa o dinanshi namdu semgi tingi chungi ti lubu ki timada trewa dagarang la anu goden la gure sel pe di chagu yode 所以呢，就如同说，哦，你哪一只手是湿的时候呢，你会把这只手伸出来嘛？就是刚刚泼水，刚刚你还没泼水之前的这只右手呢，它是干的。但是人家说，哦，你现在把你湿掉的那只手伸出来的时候，你还是同时伸出你的这只右手。你并不会伸出右手的时候呢，你的右手呢就是一只有所谓的干的右手跟湿的右手，并不会。你举出来呢就是这一只湿的这个右手嘛。所以同样呢，我们在讲到说新的法性的时候呢，就是新的法性为什么会把它称之为叫做灭地呢？就是因为它什么时候呢断除它之上的课程的烦恼，就是它什么时候和它之上的课程烦恼能够分离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心之上的法性呢称之为是灭地，是这样子来做案例的。哦，对，你刚才过了这么不见，里面有很多头发，对不对？那就前头发的话，那就过大个人了吧？这没叫过的技术是呢，过些把就对你去还有嘛了？这没叫过这的下草大个人的前头发的过的大个人下叫了嘛都，过的了这皮不这下草大个人过的这没叫的了嘛都，可能老司机过一讲了这切个有没有去有嘛了嘛？我听着我这这里，什么地方我当个的。 或者说呢，就我们以头发来做比喻的话，就是我之前留长头发这样，但是呢，我现在把这个头发全部剃掉之后呢，就变成一个光头这样。所以我想说，我是光头的时候呢，我是光头的头跟我之前有头发的头是同一个头啊。你并不会说我现在变成光头之后呢，又去区分说，哦，我的这个头呢，这一分呢是有头发，我的那一分的那个头呢是没有头发，你并不会这样去区分嘛。是同样一个头，你把那个头发剃掉之后呢，这个光头还是同样是你的头嘛。 哦，就是了。他过年的东西买生意去，短期买生意去了。第公巴拉些个吃了点用过的，公巴拉些拿了呀，安尼什么西北kap说了哇，哦，吃去了的。哦，提了点呢，安尼南对南个定个也，让心个吃没特别大家的，路不就吃没特别大家你要的，他把你提那呢，路不就吃没特别大家的困难了。 गोदे लग रे लब्धि राशि की चिमे तबे ताचा ते गोदे मारे सिंगे दजी खोगु यारे जेजा कोंबर अब से की शुंची लते ने शुंची ची लते ने गोदे द तोंगी तुजी माई सुंगी जी यारे ओ थिरे 那刚才呢是针对这个灭地和空性是同一的人，因为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我这个头呢跟我的头是光头还不是光头呢，它其实是同一个头嘛。不过你剃完之后呢，它就变成了光头。它称它为光头呢，它也是头这样。所以以这个理论呢，就是灭地呢，它同样的也是空性的理路。那第二个呢，就是不承许灭地和空性呢是同义的呢。那这个呢，最主要也是预计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善解密意书，在善解密意书的第4题里面呢，就有讲到说，就是在这个解脱道之上呢，它有两个。 在解脱之上呢，解脱道之上呢，它有远离自性的这个烦恼的这一分，以及远离课程烦恼的这一分。那远离自性，应该不能说烦恼的，远离自性障碍的这一分呢，它并不能称之为叫做灭地，唯有远离课程障碍的这一分呢，才能够称为灭地。所以由此来看呢，灭地和空性呢，它并不是同义的。哦，对嘞。 다양 디직직이요 말 고된다 동행이 뒤지이라나 사주냠샤 이식이 충이 통하라 켜바메게 추구 통하라 켜바 예송하래 디직이요 말이야 디롱디 양 데셰갑 카보요 충이다 고댕이 뒤지이나 那同样的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承许说灭地和空性同义的话呢，它也会有另外一个过失，就是我们在讲到说实地的功德的时候呢，有讲到说实地呢，他所看到的这个法性呢都是一样的，他所看到的法性没有任何的不同，但是他所看到的法身呢是有不同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把灭地和空性呢解释为同一个东西的话呢，那用这句话来做解释的话呢，会变得非常的困难，会没有办法去做解释。 哦，对嘞，呀，哦，老师，他对嘞，他其他的有吗？那不知道说大家还哦，那有一点超过时间了。
야라 저와 가래 다디 방보쇼 지스 하지도 방보디我当上心的你几百日白色，你懂你的我老穷日白色，你给别张肩膀了对吧？你牛股当三本的你让心机老穷越难色的，只要当不得这下色。 nghe lên thì kẹp sầu lên là chuyện ta nghe đồ cái gì rằng xin đã ngô sẽ đi chích chích này đông nhị cái ngô sẽ là đông nhị cái rằng xin sẽ là trước khán đi chỉ là ngô đã rằng xin chích bài thì in nam như gì rằng xin chỉ đã ngô chích như tuyên chỉ là đó rằng xin thay đã ngô thay như tuyên chỉ là đó chứ đó ngô đã rằng xin chích này ta trang diện ba cái anh rằng xin như đã sabi như rằng xin chích là đi khóa khá đấy là sao 어디 가가 대랑신 찍세 대랑신디 고 누구랑신다 군이 가려서나 아니 참에 찍이랑 시켜는 게 요래 어디래 뒤근제 가가래 就是第一个问题呢，想请问人们，其实就是体性和质性的这个区别。那人们介说，就是体性和质性呢是没有差别的。 体性和质性呢，它是没有差别的，所以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会说这个体性一呢和质性一呢是一样的，这样。那这是关于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以数论派而言呢，是否可以说苗芽和种子呢是质性一？那我们就讲说数论派呢，他所讲的这个质性一呢，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个质性还有体性的这意思呢是不一样的。他所的这个质性一呢，是指说无方分一呢，所以把它称之为叫做质性一。 가인세는 장전바다 제자바 지과를 장전바 지고 말해 장전바다 제자바 된주기 지조의 지된신이라고 해. 배나 분배 지조세도 분배랑신세도 분배 인이 계시고 뭐 분배랑신세도 분배 지조와 분배 지된신샤 아니 랑신 지든 거자 아니 뉴가외기 지조다 뉴구다 지부다 파샤 분바다 까와니 보디야 랑신 지기나 그래서는 분배기 지된신다 지조의 탐제를 캬베기 지랑 지기요 지조의 탐제를 캬바那就是因为呢，在无论说就是我们所讲的是这个数论派也好，或者说就是不只是数论派，像是其他的这些外道徒呢，他在承许的时候呢，就是他在承许到所谓的质性一的时候呢，他所指的这个质性呢，就是指的说所有物体之上呢，它都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种。 它的所谓的这个种呢，是遍于一切物体之上，所以他会讲到说，它承许柱子还有瓶子呢，它是质性一的，因为它们的种呢，全部都是一样的，它是以这个角度来做思维，所以他们所讲的这个质性一呢，和我们在理解的这个质性跟体性一的这个质性呢，是不一样的。老手，第二个是，那只管你把点一下，空气给的古典当中你的冬季下班呢，那边呢，我说了，加油给电度的古典越老过日白色，开始呢的加油给电度冬季越老个多少色，那加油给电度的古典越老个马来色，这样空气的冬季或者下头马来色。啊，然后的看我们的这个都你。 那就是后面关于这个。东印你短期印写的，但是这个个东印那高点比较高点那东印比较是的个这的写个嘛，知道呢？短印高点的东印你短期印写个三路的考当个的是呢，把这三个定个轻易路不个起码的这才为切了，啊你高点的东印你来老书记文字也民都是第一家呢，高点的东印你短期写的考第一点的那个的。 就是后面这个呢，就是在探讨这个关于空性和灭地的这个内容呢，就是我们刚刚在讲到这个同义的时候呢，这边讲的灭性跟灭地跟空性同义呢，并不是说我们一般在社会学里面所讲的哦，是灭地的话呢，它就一定是空性，是空性。 它就一定是灭地，并不是指这种同义，而是讲说它的理由是什么？最重要的理由呢，就是因为说心智上的这个法性呢，它在远离了课程烦恼的这个同时呢，它也是心智上的法性，同时呢，它也是灭地，所以
以这个理由呢来成立说心之上的这个法事呢，它就是灭地，它也是空性，是以这个角度呢来做思维的。俺国定的东西tunji in langi de marda ngan namre lengi tengi chungi la lobu ki tima tabe tacha ji da rashi ki tima tabe tacha so ne yue langi dire 就是说，人片说以他至终来说呢，他也不承许这个灭地和空性呢是同意的，因为他也是承许说，就是我们一般在承许，就是在解脱道之上呢，他有远离呢自性障碍的这一分，也有远离课程障碍的这一分。那他承许呢远离课程障碍的这一分呢，承许为灭地。我dire taya tunji in langi de la samlo tangsa yore kya jongi nge sa tangi page do tingune samlo tangsa ji yore 不过呢，就是承许灭地和空性同意的呢，还有他们能够支持他的这个理由，就像仁切呢，他刚才所解释的这个方式，也有他同意的这个理由。laso ta dine shemba 显巴达尤马什。哦呀，多几切，他台湾的事情，哎呀，他得几切，当然就哦对对，他等呢，老师，等我的那了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回向。那像我们今天呢，说文师的功德，回向世尊的圣教能够长久住世，那特别是三界法中弘法大师的圣教能够长久住世，愿流长。那我们也回向尊者，还有切合我们具法人的上师，以及所有的释迦大善知识，法体安康，长久住世，他们心愿能够早日成办。对社会有贡献的这些人，无论说是否有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里面呢，无论说是否为佛教徒，我们祈愿他们都能够长寿无病，他们的所愿也能够快速的成办。那我们也祈愿一切的国土呢，没有任何的战乱以及疾疫。那特别呢是疫情呢能够早日的息除。那总之就是将我们三世所积的一切善根回向给一切有情。那祈愿一切有情呢都能够早日成就佛果位。Jambe bao jidare kemba dang kundu 永蒙文殊如是两诸法，大恨普贤菩萨亦如是。未能随从彼等精进学，我将此等善根皆回向。三世一切善事圣者众所作任何殊胜诸回向，我愿将此一切众善根瑞行普贤善行皆回向。所有礼上供养佛如来，请佛久住世间转法轮，随喜忏悔等诸妙善根回向一切众生及佛道，愿此玄忍环绕国土中一切利益安乐根源处，观音自在灯金甲抽尊，莲足坚住直至三有尽，日心显密教法彻，善持为生顶上言，智慧礼上事业缘，终身导师愿久住，希愿至尊上师及长寿，尽善事业广传十方界，显慧教法明灯十三地，消除有情黑暗常安住，总之愿令善世皆欢喜，并以获得佛意之广闻，如来圣教遍扬于十方，修行所作妙善皆若性，吉祥上师愿长寿，遍虚空界生善乐，是他尽罪而及之，快速成就佛果地，父母有情具安乐，一切恶趣恒时空，菩萨任神处何处，彼等心愿皆成办，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处，愿无住世间，尽除众生苦。哦呀，就念到了突击切，大家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仁波切，谢谢仁波切，谢谢林章老师，学习大家，谢谢仁波切，谢谢点赞老师，学习大家。谢谢仁波切。